今天师父来跟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介绍报告，下面这一章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不妨可以做参考。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是这个法然上人。法然上人是日本净土宗的第一代的祖师，离我们现在已经800多年了啊！实际上后来我们非常清楚了解到，原来他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他来转世再来救度众生的。他说：“弥陀劝念佛必来迎呢。”阿弥陀佛劝导我们念佛的众生，你只要念佛，我必来迎，我绝对的。肯定的，一定来接引你的，来迎接你的。迎接是什么？就是来救度你的。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呐，他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众生。如果我救不了念佛众生，我发愿绝对不成佛。所以你看，法然上人他这么苦口婆心的，以他智慧圆满的高超境界来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他劝告我们末法年代念佛的众生，只要你念佛，他就来接引你的，来救度你的。释迦劝念佛必往生，这句话太重要了，是关键中的关键。各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啊，那么佛跟佛是最了解的，可以讲说体会最深刻。而且对于阿弥陀佛本性他的那种愿力啦，他对众生的承诺啦，释迦牟尼佛最清楚了。了解到阿弥陀佛的悲心悲愿是肯定的，是绝对的，是真实不虚的，你不需要怀疑的，因为佛最了解佛了，那个境界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程度、他的福德还有神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有释迦牟尼佛来说这一句话，劝导念佛是必定往生，是肯定往生的。唯信此一事，一事皆不知也。只要你能够相信这件事情，那么一世其他世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好好坏坏、善善恶恶、得得失失，这些事情都不知也，我都不知道了。意思就是叫你看开，能够放下呀，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去贪求啊。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其余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什么都不懂，没关系。最跟我有密切关联的是什么？我念佛，阿弥陀要来救我，这释迦佛来保证。给你保证，我给你担保，阿弥陀佛对众生所发的誓愿是真实的，绝对不虚假的。那么我们众生呢，在我们的立场，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其余的世间这些都是虚假不实的，我们不要在意。我若再受人身，我就是指法然上人，如果再一次投胎转世，也是接受果报，然后出生这人身人的身体，我来投胎再来做人的话，我有那个因缘再一次来的话，愿受大愚痴之身，我愿意接受。接受什么？我是一个笨笨呆呆的，我是一个大愚痴的人，我什么都不懂，我没有受什么教育，社会的经验也不足，人家看起来我是呆呆是笨笨的，是个大傻瓜的一个。我愿意受大愚痴的这一种色身，这种身体，我愿意承受。以诚勤行念佛之人，虽然我笨，虽然我呆，虽然我是一个傻瓜，但是我要成为认真修行的念佛之人，我要做一个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念佛。所以各位，我们呢念佛最重要，你必须要随时随地嘴巴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如果说你在睡觉，你念阿弥陀佛4个字，平常的时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出来，但是不要去干扰别人，你自己听得到，心里面很清楚。这样你好好的修行，随时随地行住坐卧，你多念佛，不停念佛，外面人家讲什么不在意。人家批评你或者是夸赞你，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影响。我只要好好的念佛，我的总目标就是要到西方，其余那个都是小事，芝麻小事，毫不重要，一点都不起作用。
所以各位，你看这一章，法然上人大势至菩萨愿意发了大愿，再来度化众生，愿意再一次投胎受大愚痴之身，要变成为一个认真努力修行念佛的人。你看，我就是要做念佛的人。为什么念佛的人才可以到西方啊？而且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才能跟他相应啊。我一念佛才能靠佛啊，我就能够到西方，我下一辈子一定成佛。所以你看，法然上人这么用心的来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一定要跟他学习，这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我就要好好老老实实的念佛。够了，我们已经抓住重点了，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十方的众生认真努力的把这一章好好的记住在脑海里面，放在心里面，那这样以后你可以得到大成就。师父深深替你高兴，阿弥陀佛。